我爱情一斤等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计，不是成你在卖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我爱情一斤值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歹估计，不是成你在卖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。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爱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爱咱莫做爱情的奴